中度风台小犬伫今仔载啊，暴风圈已经吸到台东县，有个明仔载风台就会对咱台东的南边扫过去。气象署表示，今仔日开始，尤其东半部恒春半岛风雨会愈大，云林以南甲平湖、绿岛、兰屿嘛拢有宣布停班停课。 中度风台小犬早时9点，暴风圈已经吸到台东北平，路线即阵有个向南修正。中昼11点半，风台中心距离台湾200多公里，继续挖近台湾。陆续风台警报的地区增加到16个县市。陆上警报区域则是宜兰以南的地区。 南投以及新竹以南的地区，再加上澎湖，虽然台风在过去它曾经呈现不规则的运动，但是未来仍然是以比较偏西的方向移动。在明天会通过台东南端陆地到巴士海峡这段的区域，以这样的几率最高。气象署讲，目前兰屿的强阵风已经到12级，愈换风愈大。 暗头到半暝，兰屿绿岛风上强到17级，台东恒春13级，提醒民众要注意。西半部地势较低的所在也要注意海水倒灌。另外，随风台继续往西边行，发布大雨特报的地区也会继续增加。今天在新竹以北地区，还有东北部地区会下局部性的大雨，尤其是在宜兰和新北的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。而今晚开始，随着雨势越来越大，花东地区、恒春半岛以及屏东山区也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。气象署提醒乡亲，愈晚风雨愈大，到中昼为止，除了平湖县、绿岛、兰屿甲屏东县南边乡镇，今仔日规工停班停课以外，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甲台东也相连续宣布，为暗时6点开始，也停止上班上课。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。